好，来继续来看这个中华鹿港自动驾驶的观光的小巴士，顶个月15号正式来启航，才过半个月尔，就发生着自弄的车祸，讲去弄到分隔岛，这个车头阁开去的分隔岛卡掉咧。当时这个车顶有5个乘客，甲2个随车的人员拢着青惊，加载无受伤。中华鹿港观光自驾小巴士出车祸案。 随车人员赶紧落车来看，因为自驾车车头卡在安全岛面顶，袂顶袂动。还要再等技术成熟一点啦。我不敢啦，我怎么敢拿我的那个安全去做实验？会尝试，因为毕竟那是人为的问题，不是本身巴士自己出问题。观光自驾小巴士顶个月15才正式启航，讲是全世界头一个自动驾驶驶上远的小巴士，一摆会使载7个人。 参观中滨工业区内面的观光工厂，想袂到，较无1个月就发生车祸案。出站之后会从慢车道，然后切到快车道，所以为基于安全，要从支架切到手架。那切到的过程之中可能这个操作的人员比较紧张，所以就去小擦撞到分隔岛。 管理单位初步判断是认为操作的事故，当时车顶有5个人客，2个随车人员，加在拢无受伤，也毋过有惊到。管理单位讲，自驾小巴士暂停行驶10天，除了要详细检查车辆的状况以外，嘛要针对停驶做修正甲检讨。随车人员嘛要加强教育训练。